拥有轮回死亡的自己，竟让他遇上了另一个循环复活的同类。自从他们相遇的那天开始，两人的命运就关联在了一起。艾伦在街上闲逛会无缘无故被车撞死，与此同时，纳蒂亚也会煤气泄漏爆炸而死。然后在同一时间、不同的地点，他们相继复活。随后，艾伦又被路人误会成色狼，被防狼喷雾辣死，而纳蒂亚就更加离谱了。吃炸鸡被鸡骨头卡住窒息而死，无限复活并经历着同样的剧情，几乎让他们崩溃。于是艾伦主动找到对方，要求一起找出导致他们复活的原因。但艾伦保姆心泛滥，没事帮纳蒂亚收拾起了房间，本该是件好事才对。可当对方看到他摆出了母亲的照片，就不淡定了，当即与艾伦翻脸，骂走了他。两人的合作也因此不欢而散。挨了骂的他在公园里看风景，结果路灯漏电，活活被电死。毫无疑问，纳蒂亚回到外婆家取东西，却被老年痴呆的外婆当成小偷，一枪毙命。不过这次复活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剧情重置。之前艾伦被戴了绿帽子，一气之下丢了准备求婚的戒指，现如今复活后戒指却没有回到原位。另一边，纳蒂亚复活后发现洗手间原有的镜子也不见了，走出洗手间看到原本热闹的生日派对，却也变成只有闺蜜一人。就连超市里本该新鲜的水果也变得腐烂。奇怪的是，切开水果里面又是新鲜多汁。也就在此时，乞丐将货架上的商品弄到地上，条件反射勾起了他的回忆。其实在他与艾伦第一次陷入复活的那天晚上，他曾在超市遇见过分手闹自杀的对方。知道这些后，他主动去找了艾伦，并说出了自己的设想。要想破除无限复活，就要从源头开始。如果第一次相见，纳蒂亚去阻止了对方的自杀，然后艾伦再反过来去避免他被车撞死，那样他们很有可能就不会陷入彼此的轮回。两人一拍即合，相约在今晚11点在超市互救。当纳蒂亚赶到超市，却看到儿时的自己对他的凝视，而他似乎对童年的回忆极为恐惧。这时，小女孩突然口淌番茄汁，艾伦的赶到打断了他的幻觉。可也就在这一刻，他流出了鼻血，还没等破除循环，纳蒂亚又再一次死去。